Active Cruise Control 智能定速功能同一般定速功能唔同。當呢一個功能啟動嘅時候，系統會透過雷達偵測前方架車嘅位置，可以喺有需要嘅時候，因應前方架車嘅速度嚟變更你嘅座車行駛速度，甚至可以跟隨前方架車停低。你可以喺時速30公里以上，或者喺架車靜止嘅時候啟動智能定速功能。只係需要撳落軚環上呢一個按鍵，儀表板上面就會出現呢一個圖示，代表智能定速功能已經啟動。功能啟動之後，當你鬆開油門腳掣，座車就會自動以啟動功能時候嘅車速行駛。你更加可以用呢一個按鈕調節定速速度。調節車速嘅時候，儀表板上面會以數字短暫顯示你所設定嘅速度。呢一個數字提示熄滅之後，你就可以透過車速表上面嘅綠色箭嘴確認架車嘅定速速度。當前方有車進入雷達偵測範圍嘅時候，儀表板上面就會出現呢一個車型圖案，代表系統已經可以偵測到前方架車嘅位置。如果前方架車嘅行駛速度比你所設定嘅定速速度慢，系統就會自動調節行駛車速，同前面架車保持一定距離。你亦都可以用軚環上嘅車距調節按鍵，調校跟隨前車行駛嘅車距。同前車之間嘅距離一共有4個級別選擇，撳落呢一個按鍵會令到距離增加，而撳落呢一個按鍵就可以縮短同前車之間嘅距離。如果偵測範圍前方嘅車停低，系統亦都會控制你嘅座車跟隨停低，但唔會取消智能定速功能。如果你喺架車靜止嘅情況下啟動智能定速功能，你只係需要輕踩一下油門，系統就會開始自動控制速度。另外，如果你喺智能定速功能正喺運作嘅時候踩落剎車掣，或者撳落軚環上嘅中斷定速功能按鍵，儀表板上面嘅定速功能圖案就會轉成灰色，代表定速功能已經中斷。你需要自行使用剎車掣或者係油門嚟控制車速。你只要再撳落同一按鍵，系統就會根據你之前所設定嘅定速速度繼續運作。如果你喺智能定速功能正喺度運作嘅時候踩落油門，同樣會暫時中斷定速功能。但只要你鬆開油門腳掣，智能定速功能就會自動繼續運作。最後，當你唔需要使用智能定速功能，只要撳落呢一個功能嘅開關按鍵，儀表板上面嘅智能定速功能圖示就會熄滅，代表功能已經關上。